弟兄姊妹平安。隔咗一段時間啊，冇喺大家當中去分享神嘅話，今日都係再一次同大家一齊，都係感覺好開心啊！咁呢，今個月嘅講道主題呢係榮耀嘅上帝。我相信即係我哋嘅信仰嘅裏面，到底我哋信係邊個？呢個好緊要。我哋所信嘅係點樣嘅上帝都係好緊要。所以今個月我哋會有2次嘅講道啊。下個禮拜余牧師亦都會同我哋嚟到去同我哋去講到呢個主題嚇，榮耀嘅上帝。咁今日嘅題目呢，就係貫乎天地嘅榮耀啊！我用歷代志下呢段嘅經文去講下。咁呢先講一則都係曾經報導過嘅事件俾大家聽下。咁呢根據1959年3月呢，當時有幾份嘅報紙呢就作咗一個報導喎。嗰幾份報紙包括呢個香港嘅《華僑日報》啦、《工商日報》啦，同埋英文嘅《南華府報》。咁佢報導話英國愛丁堡公爵菲臘親王，佢喺1959年嘅3月第一次以皇夫嘅身份就官式訪問香港嚇。咁佢嚟到嘅時候呢，佢就同啲傳媒體提到，佢話喺1945年日本投降香港重光嗰陣時呢，佢就以皇家海軍中尉嘅身份服役喺呢一個惠普號，並且係駐紮喺香港有2個月咁耐啊。咁呢當時呢，就有一個嘅9歲嘅水上人家嘅女孩叫做何桂英嚇。咁佢就因為父母都係幫英軍嘅艦艇喺上高幫佢哋去刮擦嗰啲油漆啊、打雜啊、清潔咁啦。咁呢個小女孩亦都因為咁樣就認識咗呢一個嘅菲臘親王。咁菲臘親王佢嚟到即係1959年3月6號佢嚟到香港之後呢，佢就特別託付香港嘅警方啊，幫佢嚟到去揾呢一位昔日嘅小艇戶呢一位女孩啊，呢位舊友。咁香港警務處呢，又真係好犀利喎嚇，佢哋就出動咗20個嘅警務人員警探，咁呢就深入香港仔啊、油麻地啊、等等，即係嗰啲有水上人居住嘅避風塘啊，甚至喺啲山板上呢，佢用個揚聲器嚟到去廣播尋人啊，咁啊真係好犀利喎！1日之內就揾到呢一個人啦。咁但係呢個小女孩當日9歲，而家已經23歲啦。咁喺3月7號嘅晚上呢，呢一位嘅何桂英女士呢，就獲邀登上停泊喺維港嘅皇家遊艇啊，不列顛尼亞號嚇，Her Majesty Yacht Britannia 呢一艘嘅遊艇嚇。咁佢哋參加一個青年工作者嘅招待會。咁當年呢嘅報紙呢，就以好顯著嘅篇幅嚟到報導呢件事添。咁啊，甚至乎有埋呢個親王同何桂英透過啲翻譯啦，喺當中幫佢哋傳達嚇。咁佢哋又親切咁握手啊，互相問候，有呢啲好溫馨嘅歷史畫面。咁但係嗰啲嘅報紙呢，當時以大標題刊登呢項消息，最主要嘅原因係乜嘢呢？其實係因為菲臘親王佢能夠因為即係佢係咁尊貴係咪？竟然嚟到哇一個小女孩昔日幫你打雜嘅啫，你都咁尊貴，但係你都唔嫌棄嚟到去同呢一位嘅昔日嘅舊友重逢，好開心啊！所以呢個其實係嗰個重點啊！一位咁尊貴嘅親王，竟然同一個咁卑微嘅一個嘅小女孩嚟到去相認啊！今日呢，我就要嚟到帶大家嚟到去睇另一個比菲臘親王更加尊貴榮耀嘅對象，就係我哋嘅上帝啊！咁今日呢，我哋會講呢一個歷代志下嚇。咁但係講翻呢卷書啦，歷代志就分上下2卷嘅。咁佢原本呢係冇名嘅，喺希伯來嘅名字呢，可以譯作話年代志啦，係關於一啲年代嘅記錄嚇。咁舊約嘅希臘文譯本有某啲經文呢，又稱歷代志為一卷遺留了的事件啊，即係其實呢，佢係撒母耳記同埋列王記嘅補充啊嚇，即係可能當中有一啲冇被記嘅話，佢就喺度嚟到去補充啊。咁佢寫作嘅目的咧係鼓勵同埋引導嗰啲被擄巴比倫之後回歸
返到舊地又渴慕全面復國嘅嗰班嘅讀者嚇。咁歷代志嘅作者唔單止佢提供一啲歷史嘅資料啦，佢仲要傳遞一個切合時代嘅神學信息。其中有3個好重要嘅觀點嚇，就係包括神嘅子民啦，第二就係君王同埋聖殿，仲有就係神嘅賜福同埋審判。咁如果你睇成個歷代志嚇，有上下2卷呢，咁你睇到代上就係29章嘅經文，跟住代下有36章嘅經文。佢個大綱大概咧都係環繞住第一部分係講到神子民嗰個嘅家譜啊，第二部分就係聯合王國，包括呢個大衛嘅王朝啊，所羅門嘅王朝啊。咁跟住就去到有王國嘅分裂啊，王國嘅分裂。然後到最後喺29章嗰邊開始呢，就係去到一個再統一嘅王國嚇。咁大概嗰個情況呢，就係咁樣。今日我哋講到嘅經文呢，就發生喺聯合王國嘅時代。咁歷代志上嘅結尾，即係第29章結尾嗰度呢，就講到大衛佢係有心要為神嚟到建造聖殿啊。但係頭先朱先生同我哋大家一齊讀嘅嗰段經文呢，佢講到，但係神當時就話：你唔可以為我嘅名建殿啊，因為你係個戰士，曾殺人流血。嗱，呢度喺列王記歷代志上尾嗰部分呢，就有提到啦，講出個原因嚇，因為大衛征戰無數嚇，咁都殺人流血，所以神話你唔需要啦嚇。但係佢同佢講，佢話你嘅兒子所羅門要建造我嘅殿宇同埋庭院，因為我已揀選佢作我嘅兒子，我要作佢嘅父親。如果佢堅心遵行我嘅誡命同典章，好似今日一樣嘅話呢，我就會堅立佢嘅國，直到永遠嚇。今日我哋21節嗰個經文呢，嚟到歷代志下嘅第6章呢，其實就已經講到呢個聖殿已經起完啦嚇。大衛冇揀選上帝冇揀選大衛，但係揾咗佢仔所羅門去建殿。咁嚟到6章1至21節呢，頭嗰2節就講到聖殿已經建完啦。咁跟住3到11節呢，就係所羅門喺會眾喺百姓嘅面前嚟到去講説話。咁佢都為到過去嚟到感恩。喺12至到21節嗰度呢，就係為到未來嘅一個嘅祈禱嚇。嗱，當我哋去仔細睇呢21節嘅時候呢，你可能喺當中你揾到一啲閃亮點啊！我以前讀神學嘅時候，一個教講道嘅老師佢話：你每睇一段經文，你嘗試去揾出佢當中一啲嘅閃亮點。咁當我去睇嘅時候，我發覺可以話係閃亮點，亦都可以話有少少吊詭嘅地方嚇。有3點好值得我哋注意嘅。咁呢3個閃亮點呢，就係你會睇到呢一啲嘅對比喺度啊。因為講到一個超然嘅神，但係呢個超然嘅神竟然將自己嚟到去降尊，去到與人同住。第二就講到一個好有主權嘅神，但係竟然願意去垂聽世人嘅祈禱。第3就係明明講好多嘢你已經應允咗我父嘅嗰啲嘅應許啊，但係跟住呢，佢又繼續去求啊。咁我哋試下逐點嚟到去睇呢3點啊。嗱，喺第1、第2節嘅時候，所羅門佢話耶和華曾講佢要住喺幽暗之中，我已經為你建造咗巍峨嘅殿宇，作你永遠居住嘅地方啊。18節嗰度佢話神真係要同人住喺地上咩？睇下天同天上嘅天都容不下你，何況我建造嘅呢個殿呢？嗱，第1、第2節嗰度講幽暗之中。佢話神住喺幽暗之中啊！弟兄姊妹，你有冇懷疑你嘅神住喺邊度噶？有冇諗過？咦，乜我嘅神住喺幽暗之中嘅咩嚇？咁係點解呢？嗱，呢一個幽暗之中呢，如果按原文呢，可以另外翻譯為黑雲之中。其實佢係用嚟比喻上帝嘅超越性同埋嗰個神秘性。頭先朱先生帶我哋唱聖哉聖哉聖哉嗰首詩歌，好好啊！佢講到其實神係呢個創造宇宙萬物嘅神，佢其實佢嘅光芒係
無可比擬。我哋呢班嘅罪人係冇可能用我哋嘅肉眼去直接去望佢嘅。其實當神話佢喺黑雲同幽暗之中嘅時候，其實係神保護人啊，同時彰顯佢自己臨在嘅一種嘅方式。如果大家手上你有聖經，你睇翻之前嗰一章嚇，歷代志下第5章尾嗰度呢，就提到當時嗰啲嘅祭司啊、百姓佢哋喺度去敬拜讚美神嘅時候，佢話耶和華嘅殿就有雲充滿，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職，因為耶和華嘅榮光充滿咗神嘅殿。所以呢位喺幽暗之中嘅神，其實係講緊佢係一位超越，係一位有無限榮耀光芒嘅神。但係而家所羅門嚟到建造呢一個嘅殿宇，作為神永遠居住嘅地方。嗱，所羅門佢自己都承認吓，神係創造宇宙萬有嘅神，成個天地都冇一個地方係可以嚟到去容得下上帝，更何況我呢一個咁嘅殿仔，係咪？言下之意其實即係話，上帝仍然願意居住喺呢一個嘅聖殿，係表達咗上帝一份超越，係我哋冇辦法可以期望，冇辦法想像，係上帝一份額外嘅恩典啊！而神竟然悅納呢一個聖殿，佢願意嚟到透過呢個聖殿嚟到彰顯佢嘅同在。嗱，呢一份係呢一兩段嘅幾段嘅經文俾我哋睇返，一位超然嘅神，佢竟然願意與人嚟到同住。喺昔日摩西嘅時代，去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啊，當時就係有會幕嚇。咁到所羅門建好呢個聖殿，喺當中400多年嘅期間呢，其實以色列人一路係以一個流動嘅敬拜中心嚟到咁樣去親近神嚇。佢哋去到邊度嚇？上帝以雲柱火柱帶住佢哋嚇。幾時起行啦？佢哋就抬住個約櫃嗰個抬住個會幕嚟到去一齊嚟到去起行嚇。咁當時咧，出埃及記嗰度講到啊，當時有雲彩遮蓋會幕，耶和華嘅榮耀充滿咗帳幕。上帝就藉住呢啲咁嘅方式，透過會幕嚟到去表達佢臨在喺人嘅當中。所羅門去到喺第14節嗰度佢咁講，佢話耶和華以色列嘅神啊，天上地下冇神可以同你相比。你向嗰啲一心行喺你面前嘅僕人，常係守約施慈愛。耶和華唔單係嗰位創造天地萬有嘅神，亦都係獨一嘅真神。佢樂意同人同在，係咩原因呢？呢度所羅門就道出咗個重點啊，因為神係一位守約嘅神。呢一個約指嘅係咩呢？就係當日西乃之約，就係上帝頒俾摩西嗰個西乃之約。佢核心嘅精神係講到上帝要作以色列人嘅神，以色列人要作神嘅子民。所羅門喺11節嗰度，佢話我要將約櫃安放喺呢一個建成嘅聖殿嘅裏面，約櫃當中有耶和華同以色列人所立嘅約。約櫃當中所放嘅，如果我哋睇翻歷代志下5章10節嗰度呢，你會發現嗰度講到呢係神俾摩西頒發嘅十誡。約櫃裏面只有2塊嘅石板，就係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呢，耶和華同佢哋立約嘅時候，摩西喺何烈山嗰度放入去。呢一個約嘅關係係講到神同人之間一份彼此委身嘅立約嘅關係，雙方需要彼此嚟到委身，神施恩救贖，人去遵守律法基礎，呢一個就係嗰個神聖嘅盟約。聖經嗰度亦都咁講，但係好多時我哋都係守唔住約嘅，我哋都係背約。但係佢話神係信實，我哋人背約，但係上帝永遠都唔會背約。
因為佢唔會否定自己。嗱，今日呢一位創造天地嘅主，亦都住喺教會，亦都住喺我哋每一個信佢嘅信徒生命當中。唔係因為我哋能夠守律法，其實我哋同以色列人一樣，我哋冇一個人能夠靠着完全守律法嚟到維持呢一個約嘅關係。所以耶穌基督佢嚟到呢個世界，喺十字架上流血捨身，成全咗舊約，並且開創咗新約，使我哋能夠因信稱義而得到最終嘅救贖。呢一個其實係神主動，佢先守約。如果神唔守約嘅話呢，係唔會有我哋今日啊。所以咧，呢個經文嘅裏面呢，佢先講下嘗試守約，跟住上帝施慈愛，就係因為佢係一位守約嘅神，所以佢不斷嚟到向我哋去施慈愛。我哋人可以做嘅就係以一個信服嘅心嚟到回應呢一個嘅盟約。正如加拉太書2章嗰度講，佢話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在活着嘅唔再係我，而係基督活喺我裏面。如今喺肉身活着嘅我，係因信神嘅兒子而活，他愛我，為我捨己。第二個嘅閃亮點就係一個主權嘅神竟然願意聽世人嘅禱告。喺5至到9節嗰度講到，神佢以前未曾揀選耶路撒冷作佢名嘅居所，亦都未曾揀選一個人去帶領佢嘅子民以色列人。但後來神又揀選咗耶路撒冷，使佢嘅名留喺嗰度，跟住又揀選咗大衛。呢一個從未曾揀選到最後揀選，完全係出自神嘅主權。神有權喺佢認為合適嘅時間揀選合佢心意嘅人嚟到去執行佢嘅心意。神唔俾大衛嚟到去為佢建造聖殿，而係揀選咗佢個仔所羅門王嚟到去建造神嘅聖殿，亦都係佢嘅主權。盡管神其實都讚賞大衛，你為我建殿呢一個心意極好啊，不過神有佢嘅考量，所以佢最後冇揀選到大衛，而係揀佢個仔。佢嘅意念高過我哋人嘅意念。弟兄姊妹，其實有陣時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面，同埋我哋嘅侍奉裏面，可能都一樣嗬。有陣時我哋都有好多我哋自己嘅想法，甚至有陣時我哋嘅想法其實都好好嘅吓。但係有陣時上帝又可能都未必就按我哋嘅諗法去執行去做。佢唔一定按我哋嘅心意，因為其實我哋都有限啊，我哋諗嘅都唔全面，唯有上帝佢嘅意念比我哋高，所以我哋可以做嘅就係效法大衛一樣去順服神就夠啦。喺19到21節嗰度，佢講到咧，呢一段呢係所羅門向神嘅一個嘅祈禱啊。佢話求你隨住你僕人嘅禱告祈求，聆聽你僕人所發嘅呼喊同祈禱。雖然神擁有絕對行事嘅主權，佢係嗰位天上地下嘅神，但係佢又竟然樂意嚟到垂聽我哋嘅祈禱。特別係當人為到佢嘅殿，為到佢嘅名嚟到禱告。呢度所羅門佢話求你張開眼睛，晝夜看顧這殿，看顧你所要立你名嘅地方。求你聽你僕人向住呢個地方所發嘅禱告，求你垂聽你嘅僕人同你子民嘅祈禱。呢度講到好多佢嘅殿啊，佢嘅名。原來聖經特別強調一樣，就係原來神嘅殿、神嘅名其實好重要係嘛？神嘅國度，你有冇諗過神嘅名呢？嗱，喺成段1至21節嘅經文呢，
我去睇翻嘅時候，我發覺喺5至10節同埋20節呢，佢一路出現咗7次我嘅名，或者神嘅名，或者納你名啊，個名啊。呢一個聖殿係傳揚神嘅名嘅地方，所以所羅門嘅祈禱裏面好多篇幅圍繞住我向呢個殿嘅禱告啊，呢個地方嘅禱告，呢個傳揚神嘅名嘅地方嘅禱告。弟兄姊妹，你有冇諗過？若果我哋常常為着神嘅殿，為着神嘅名被尊崇去禱告呢，上帝係特別喜悅。呢個都俾我哋反思下。有陣時我哋走埋一齊好容易祈禱，我哋梗係自身嘅嘢多，係嘛？哎呀，我呢度又唔舒服啦，嗰度又痛啦，為我祈禱下。嗱，呢啲都唔係錯嘅吓。不過我哋另一方面都要更加去關注，就係我哋有冇常常為到神嘅殿，為到神嘅家、神嘅教會，為到神嘅名得榮耀去禱告呢？並且呢，唔單單係你個人去祈禱啊。頭先所羅門話，你僕人同你嘅子民以色列嘅祈求係一個群體嘅祈求。原來呢一個都好重要。我哋除咗個人為神嘅殿、為神嘅名去禱告，我哋有冇一齊都為着神嘅榮耀、神嘅名同心去禱告呢？主耶穌都教導我哋去禱告啊！大家記唔記得我哋主禱文啊？一開始稱呼咗神之後呢，願人都尊你嘅名為聖，願你嘅國降臨，願你嘅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而唔係我們在天上的父啊，求你今日醫我嘅膝頭哥，醫我嘅頭，醫我嘅腳而係以尊神嘅名為聖。所以呢個都值得我哋去思想下。或者今日你聽完之後，希望都能夠改變我哋一啲禱告嘅操練或者習慣。我哋可以為自己祈禱，當然可以，絕對可以。不過我哋都個優先或者我哋都要加埋呢樣嘢，我哋更加要關注呢一樣嘢。第三就係以實現同埋所羅門嘅祈求。嗱，喺呢幾節經文裏面呢，第4節呢，所羅門話要話以色列嘅神係應當稱頌啊！你親口對我父親大衛應許嘅，以親手作成啦。跟住又話現在耶和華實現了他所說過的話，哇，好似已經實現晒咯。第15節又話你對我父親大衛所應許嘅，你都遵守啦，你親口應許都親手成全。咁明明講已經搞掂晒咯，應許晒啦。咁點解跟住突然間所羅門又去祈求呢？跟住佢又話現在求你應驗。跟住講到有啲其他你應許你僕人我父親大衛嘅嗰啲咁，明明話應許咗，點解而家又話求你應驗呢？兩節都咁講，16、17節都咁講。咁到底其實昔日上帝應許大衛係啲乜嘢呢？咁如果我哋翻去撒母耳記下嘅第7章呢，我哋又會睇到咁呢，我呢度係節錄咗一啲啫，就唔係完全嘅嗰啲嘅經文。咁你喺呢度睇到哇，每一句都有一啲真係上帝好多好多嘅應許。神嘅已經成就嘅應許，包括就係我已經興起你親生嘅後裔接替你，即係話所羅門接替咗大衛作王，作以色列嘅王，呢個已經係成就咗啦。同埋他必為我嘅名建造一個殿宇，亦都成就咗啦。所羅門亦都明白佢能夠接續父親作王，能夠為神建殿，都係神嘅恩典。雖然當中佢哋都做咗好多嘅努力，但係一切其實都係上帝嘅恩典。而未來佢嘅子孫係咪能夠謹守自己嘅行為，遵守神嘅律法，使到大衛嘅王朝能夠永遠堅立呢？神嘅慈愛永遠唔離開佢嘅家同國呢？都唔係單單靠佢個人嘅努力可以達成，而係需要神嘅恩典同保守。嗱，當然我哋後來知道所羅門佢自己都跌倒但係大衛嘅王朝，你可以話其實
冇因此而停止，因為最終喺大衛嘅嗰條 line 嗰條線落嚟呢，就去到耶穌基督。因為其實冇一個王係掂啊，到最後喺大衛嘅後裔嘅裏面，就嚟到有耶穌基督成為我哋呢一位嘅君王，我哋呢一位永恆嘅救主。所以亦因為咁，所羅門好明白，其實人自己都係靠唔住，唯有係單單謙卑嚟到神面前去祈求。當我哋認識神嘅恩典，同埋認識我哋人嘅渺小軟弱嘅時候呢，我哋先至會懂得謙卑去仰望神，同埋學會感恩。弟兄姊妹，我哋都有冇常常為到神過去一路以嚟喺我哋身上嘅恩典去感恩呢？並且你都信得過上帝嘅應許啊，為你嘅未來去禱告，將你嘅未來都交俾神。嗱，縱然我哋自己有陣時都唔掂，但係我哋知道我哋有呢一位耶穌基督，佢永遠同我哋一齊，佢嘅慈愛唔離開我哋，佢可以帶領我哋去面對一切嘅境況。今日啱啱同大家講呢3個嘅閃亮點，或者有啲吊詭嘅地方，其實都俾我哋睇到，我哋所信嗰位神，哇，原來係一個好榮耀、好勁嘅神。佢嘅榮耀超越諸天，超越呢個世界。佢嘅榮耀大到嘅地步，唔係我哋可以用肉眼嚟到睇到，但係佢竟然願意將自己降卑嚟到我哋嘅當中，甚至住喺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嘅裏面。耶和華神佢貫乎諸天嘅呢一個嘅榮耀，佢震撼住所羅門王嘅心。同樣今日係咪都震撼住我哋嘅心呢？今日我哋睇到神嘅偉大，睇到神嘅榮耀，咁有冇都帶動我哋，影響我哋對神嘅態度呢？第一點，即係頭先嗰啲嘅詩歌都話吓，同埋嗰個宣召嘅經文都講吓，即係上帝係嚟到去保護嗰啲，帶領嗰啲即係敬畏佢嘅人。今日我哋睇到佢嘅榮耀，但係有冇令到我哋對主嘅心產生更多嘅敬畏呢？喺腓立比書1章20節嗰度，保羅咁話，佢話我所熱切期待同盼望嘅，就喺凡事上我都不會羞愧，只要滿有膽量，不論生死，總要讓基督喺我身上照常被尊為大。弟兄姊妹，呢位神咁榮耀咁偉大，佢竟然願意成為你嘅神，你有冇都以佢為尊呢？我哋有冇尊佢為大呢？我哋人生嘅優先次序有冇以佢為先呢？最近喺6月嘅時候，我就有機會返咗一趟河北探我以前工作嘅時候一班嘅舊同事。咁喺成個旅程當中呢，其實我睇到神好多好無微不至嘅恩典，好奇妙。包括有一日我哋想去昔日乾隆王嗰個行宮避暑山莊，但係之前嗰晚落大雨，行雷閃電，第2朝都仲落雨。咁我見到我就喺房，我就祈禱神啊，我哋一陣間要行公園啊，你可唔可以止住呢啲嘅雨冇落啊？結果我哋出門口嘅時候，到我哋全程行，到我離開咗承德呢個地方，入去以前做嘢嗰度都冇落雨。但係當我哋離開咗之後呢，又灑灑咁大雨。咁我就去到即係入邊嗰啲同事分享，咁佢話哇，好勁啊咁樣。咁跟住我同佢仲有分享好多。咁其中一個最特別就係到我返嚟之前喺北京，我攞住個好大嘅行李箱，我要落地鐵搭地鐵去機場，但係點知冇電梯嘅喎。咁我攞住，我死啦！嗰條樓梯好長，我點攞呢？咁咁啱呢個時候就有一個服務員上嚟，我就問：請問有沒有電梯？他說沒有啊。我說那怎麼辦？跟住呢，其實佢係要做嘢嘅，其實佢可以答完我就走咗去做佢嘢，但佢竟然望一望我，跟住佢就話：你等一下，我揾人嚟幫你手。跟住一陣間就有個後生仔呢，就走咗上嚟，二話不說就幫我攞咗個篋落去。
落到樓梯不特止，仲幫我推到我要入閘嗰度。跟住我話神啊，你真勁啊！即係佢真係體恤，因為其實點解咁啱得咁巧呢個人嚟到呢？點解咁啱得咁巧？我講完一句話，佢可以唔理我㗎？你咪自己搞掂咯，個個咁樣，我點樣揾咁多人嚟幫你手係咪？但係就係咁嘅時間，而呢個女仔咁有心咁好心，就幫我揾咗個人咁樣，我真係睇到上帝好奇妙。我就即係嗰陣時我走啊，其實我就微信同我啲同事講話，哇，好奇妙啊！就咁，跟住我有一個同事佢話因為善良嘅人，所以蒙幸運之神眷顧。我話唔啱唔啱，我話其實係我嘅上帝看顧住我。跟住佢就話對。咁所以你話好奇妙，唔係幸運之神，我係相信上帝派天使嚟。當我一路喺成個過程裏面，我同佢哋分享好多我整個行程遇到每一件大大細細嘅事情，佢哋都話哇，好奇妙啊！哇，你個神真係好啊！即係當我咁去分享嘅時候，其實都讓佢有機會嚟到去認識神。第二就係謙卑順服神。我哋頭先話神係有主權嘅神，神其實對我哋人生有好多美好嘅計劃，而且成事嘅係神。我哋可以憑信心信得過上帝嘅帶領，同埋謙卑嚟到去順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或許你而家都經歷緊一啲嘅掙扎或者一啲嘅困難，但係你唔使擔心，因為上帝佢比你同我更加知道乜嘢係對我哋最好，佢對我哋嘅人生有美好嘅計劃，所以我哋可以好坦然嚟到去交託主、順服主。最後就渴慕主。所羅門佢建完呢個殿，佢真係嚟到神嘅面前謙卑俯伏祈求。今日同樣我哋所信嘅主，佢唔單止榮耀偉大，而且係守約施慈愛，以致我哋今日藉住耶穌基督嘅救贖，我哋得以成為神嘅子民。呢一位咁榮耀尊貴嘅神，我哋點會唔渴慕嚟到親近佢呢？弟兄姊妹，我哋渴唔渴慕常常嚟到呢個主面前呢？咁咧，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嘅見證。咁我就徵求咗當事人同意，我先分享佢呢個見證嘅。咁啊，話說星期四嗰晚，大家睇新聞有冇睇到啊？聽到有啲拜仁慕尼黑嘅球星嚟咗香港啊，咁啊嚟到同啲球迷見面。咁呢，星期三嗰晚呢，我嘅侄仔就係佢啦。佢就話：哇，佢哋嚟啊，唔得，我聽日要去排隊，要去見佢哋。跟住我同佢嘅妹妹就話：你起到身至算啦咁樣。佢話：我一定得啊，只要係同足球有關嘅，我都一定得。跟住第二日呢，佢真係七點幾呢，佢就鬧鐘醒咗，佢跟住刷牙洗面，跟住好快就閃咗出去。跟住後尾我問佢：我話點啊？你見唔見到你啲球星啊？佢話見到啦，見到啦。佢仲要排頭位，不過後尾俾人掉咗後啲。但係佢話都好夠噶啦，我影到佢張相，拍埋 video。咁我話你俾我睇下，佢俾咗幾張相我。我話可唔可以用嚟做分享啊？佢話可以咁樣。佢話佢好中意、好欣賞嗰啲球星，所以佢為着能夠得見佢哋一面啊，咁難得，仲要佢喺英國翻嚟，佢哋又咁啱喺第度嚟，都有機會見面，所以佢就一早起身，仲要喺嗰度企咗2-3個鐘頭，跟住就係為咗見佢一睹佢嘅所欣賞呢啲人一面。弟兄姊妹，我哋對神有冇咁神心啊？我哋對神，哇！如果一個球迷佢個球星佢都可以咁樣，我哋話我哋呢一個咁榮耀偉大嘅神，係咪更值得我哋嚟到渴慕親近佢啊？所羅門佢係歷史上一位不同凡響嘅王，佢向神求智慧而唔求財富。佢曾經對神講，佢話我就照住你所求嘅而行。呢度係神同佢講啊，我就照住你所求嘅而行，賜俾你一個智慧同明辨嘅心。喺你以前冇人像你，喺你以後都唔會有人像你。連你所沒有求的，我也賜俾你，就係財富、尊榮，以致你一生嘅年日喺列王之中冇一人能夠像你。
因為佢咁樣，所以上帝都肯定佢都嚟到去獎賞佢。聖經呢亦都形容佢話，所羅門王嘅財富同智慧超過咗世界上所有嘅君王。咁樣一位尊貴、有智慧、有財富嘅王所羅門，佢因為認識到耶和華神係呢一位創造天地獨一偉大信實嘅神，而對神謙卑俯伏。今日但願我哋都好似所羅門王一樣，被神嗰份冠乎天地嘅榮耀所折服，以致我哋係更加願意嚟到去委身愛主、侍奉主、投靠主、信靠佢。讓我哋都一齊有一啲祈禱嘅時間，我哋嚟到安靜下。弟兄姊妹，可能你信咗主日子唔長，但係亦都有啲可能我哋信咗主已經幾十年。你所信嘅呢一位主係一位點樣嘅神呢？你係咪每一日都係體會到我所信呢位神係幾咁榮耀，係幾咁偉大，以至呢，我哋都可以去話，哇！我生命中擁有至勁嗰個喺我裏面啊，我冇嘢值得害怕。而呢個世界上至勁、至偉大、至尊榮嘅神，竟然願意住喺我生命當中，我豈唔係要更加嘅嚟到去渴慕佢，去投靠佢，去尊榮佢咩？弟兄姊妹，我都邀請你而家你自己喺座位當中，你同神有一個短短交談嘅時間，你自己嚟到去為你自己去向神去祈禱。10秒之後，我會同大家一齊嚟到祈禱。榮耀嘅天父上帝，我哋讚美你，你係嗰位超越諸天、超越萬有，你係嗰位榮耀尊貴嘅君王。主啊，我哋感謝你，你係嗰位咁榮耀尊貴嘅主，但你竟然願意降尊嚟到我哋當中，成為我哋生命嘅主，成為我哋教會嘅元首。主啊，我哋願你嘅話嚟到去更新我哋，嚟到去鼓勵我哋，叫我哋更加懂得嚟到尊你為大，叫我哋更加懂得嚟到去愛你，去委身，去跟隨你。主啊，我哋需要你，我哋渴慕你，我哋嘅教會需要你，我哋每一個人都需要你，所以求你喺我哋嘅生命當中，喺我哋嘅教會當中坐着為王，你自己親自嚟到帶領我哋，叫我哋謙卑嘅嚟到跟隨你，又願意我哋嘅生命，讓我哋嘅教會都能夠常常高舉你，榮耀你，
以致你嘅名更加被尊為大，被更多嘅人尊為大。主啊，願你嘅名喺地上被尊為聖，願你得着一切你當得嘅榮耀。我哋同心嘅祈禱，奉耶穌基督名求，阿門。